大家好啊，我係阿皮啊。好多老友啊，18歲之後啊，第一件事啊，除咗入馬會之外咧，好多人都會選擇申請一張信用卡。咁信用卡有好多種啦。先唔好講點樣揀一張啱自己嘅信用卡先，而係大家選擇用信用卡之前啊，知唔知信用卡咧有唔同嘅伏位嘅喎？就只要你一啲嘅壞習慣啦，隨時啊，信用卡咧就變咗拖累你一生嘅一個嘅陷阱啊！一齊去睇下有咩陷阱啦。首先啦，信用卡咧第一樣嘢要講嘅就一定係個免 pay 啊。免 pay 係咩嚟咧？即係 minimum payment 啦。最低還款額啊。可以望下呢個列表啊。都有展示到啊，就係唔同信用卡嘅一個最低還款啦。其實一張信用卡嘅最低還款額咧，多數啊都係一個嘅當期嘅利息加費用啦，再加個本金嘅1%喎。咪聽落幾開心啊，係咪先？哇！我可能只係100蚊，我就係每個月還1蚊，再加個利息啫喎。我咪好開心咯！我可以多啲 budget，即係多啲嘅信用額拎去消費，拎去使，即係可能我交學費又開心啲，去旅行又開心啲。哇！咁咪真係好正咯。但係大家要知道嘅就係天下咧就係冇免費嘅午餐嘅。就可以望一望啦。信用卡咧分期咧就比較平啦。但係如果你還 min pay 啊，最低還款額咧就唔係咁計噶咯。通常咧每個月啊嘅利率都係2.5% 樓上啊，係每月喎。即係你諗下啦，就係我借100蚊，我每個月要俾2.5%利息喎。即係好簡單咁樣講啦。即係如果我100蚊，我月平息2.5% 的話咧，即係基本上就係我要還差唔多成50蚊利息噶咯喎。就即係非常之可怕啦。即係所以就係話啦，點解咧信用卡咧就唔可以做免 pay？就咁講咧，梗係無謂啦。梗係要撳下啲即係計數機啊。首先咧，我哋入個數字先啦。入個1萬落去試下先啦。月平息就2.67% 咁樣，就即係呢個就係信用卡公司銀行定嘅。就冇得你壞。撳下計算先啦。如果就係還 min pay 的話咧，就係要6年啊先還清欠款啊。當中咧1萬蚊嘅欠款咧，最尾原來咧就還咗21,686蚊喎。即係咁係唔抵啊，係咪先？你6年時間，你可能1萬蚊買部 iPhone，哇！但係原來你用6年時間啊，先至去到就還晒成條窿，俾多 double 有得喎。但係呢個係個最理想嘅狀況喎。咩叫最理想狀況啊？就係你張卡還咗 min pay 之後咧，你冇再去消費咗碌卡啊！即係大家可能未必知道啦，就係假如信用卡咧，你俾 min pay 之後，你再碌卡咧，你嘅新嘅簽賬咧，你係冇任何免息嘅周期嘅，你係即刻起息起釘啊！好揦脷啊！所以千祈咧就唔好諗住還 min pay 啊！1萬蚊啊，呢個數字大家有翻工有翻兼職嘅話啦，即係點都嘔到出嚟嘅。依家香港地但係可能喂女士的話，可能我買個包包，或者男士買咗部相機、電腦等等啊，整個數字5萬蚊大啲先啦，係咪先？即係假如我係還 min pay 的話，乜都唔做，唔做任何分期直接等信用卡自己搞咧，哇！咁你又死硬啦。因為咧，如果還 min pay 的話咧，你差唔多用20年時間先至還清條數啊。就你借5萬蚊，20年之後咧，你 total 還咗成17.2萬喎。
咁啊好揦脷喎，真係，即係冇人會想用一個咁貴嘅成本去到做一個消費啦，特別係一啲即係衝動嘅消費啦。咁啊，但係假如你肯還多啲的話咧，咁啊就3年還晒喎，咁即係呢個就代表咩咧？代表個利息嗰個嘅問題就好嚴重啦。因為原來望下恒生銀行為例啊，咁佢個利息咧，雖然話每個月已經6-7%，咁啊，但係實際利率啊，哇，去到成差唔多36厘喎，大佬。咁啊36呢個數字啊，唔知大家有冇感覺啦？咁啊，利息嚟講咧，咁啊呢個就好高嘅，因為36%咧，基本上就係香港金管局啊容許銀行收嘅利息嘅比率嘅上限啦。即係如果咧高過36%咧，就係大耳窿嚟㗎啦。香港依家就咁啊，大家都幸福啲嘅，因為早10年前啊，定5年前先改嘅啫。即係以往咧，就係48%嘅，係可以再高啲嘅，先至去到係即係叫大耳窿，甚至有一期係玩到60%嘅。咁啊，所以依家大家幸福㗎啦，即係36厘，咁啊係低咗嘅。咁啊，但係36厘對比即係可能平時即係咩叫低咧？咁可能就係4%、5% 咁啊，先至叫低啦咁樣。咁啊，一陣間就同大家講下啦。咁究竟啊月息呢樣嘢點樣計？咁啊，但係講翻呢個 MinPay 個害處先。咁啊，就咁用一個銀行出嘅計數機啊，咁啊，大家都未必知道個危害啦。咁啊，一陣間就同大家整個試算表出嚟，再篤一篤，話睇下究竟有幾大差別啊！咁啊，但係5萬蚊咁啊，可能大家睇少大家可能中意咧玩大啲嘅，玩個10萬蚊嘅。咁啊，望一望咯，哇！咁你就大鑊啦，要25年啦先至還得清條數。所以就係啦，信用卡咧還 MinPay 咧係一個最差嘅選項，係最 worst 嘅情況。千祈唔好淨係還 MinPay 啊！點樣都死晒成條數出嚟。如果死唔到成條數出嚟咧，就去銀行做個分期啦，咁啊，現金分期個息口係低啲嘅，就冇去到36% 咁高。咁起碼就係利息成本慳咗，咁啊還本金嘅比例都高啲，咁啊成條數還晒嘅時間先會短啲嘅，係咪先？咁啊就相信啊，大家都見到條數，見到個年份啊，都會嚇親噶啦。啊咁都會好好奇啊！究竟啊點樣嚟嘅咧？係咪先？咁啊呢個年代啊，咁啊梗係揾下 AI 去幫下手啦，咁樣咁啊睇下個列表係點啦。咁啊就叫佢展示個列表先啦。咁啊其實咧就大家都心裏有數啦，就係你個利息成本咁高，咁啊一定係個開頭咧還個本金比例咧就唔夠高啊，咁啊所以先至咧就會條數咧玩到咁核突啊。咁啊大家都可以望一望佢個表啦。咁啊頭6個月咁啊就話最低還款額話係5%，咁啊就還5000蚊，咁樣咧就先至咧就還10年以上先至還得晒啊。咁啊，但係呢個數咧就已經係非常之仁慈噶啦，因為咧依家其實香港咧啲銀行咧就係玩緊一個咧就係還本金1%再加個費用喎。咁啊，假如咧我哋將呢個條件啊輸入喺 DeepSeek，咁啊時間關係啊，咁啊入咗個 prompt 啊落去個 DeepSeek 度啦。咁啊個條件啊就係話啦，如果我哋又係借10萬啦，咁啊月平息2.5%，咁啊淨係還1%本金加利息啊，咁要還幾耐咧？咁樣咁啊，大家可以望一望個列表先啦。首先嗱，即係假如咧個利息咧就係2500蚊第一期。咁啊，你就係還1000蚊本咧，哇！咁基本上咧，你就即係12個月之後咧，你都係還得個即係話11000蚊。咁其實好大鑊嘅，因為個利息成本咧，咁啊就非常之高啊！你可以望到啊，就係個利息係佔你每個月個 MinPay 嘅比率咧，差唔多去到成70%啊！咁啊，即係代表咩咧？即係
話俾你聽，你還嘅錢基本上你還唔到個本太多。咁啊，如果做一個借貸嚟講咧，你個息口太高，還本還得唔夠多咧，咁其實係一個負嘅一個拖累嚟嘅。咁啊，用呢一個例子為例啦，咁樣咁啊，就要8年啊，先至去還得晒啊。咁啊，就當然啦，1% 本金呢個即係已經算係好正路，因為有個別嘅信用卡咧，基本上佢未必要求你要還1% 本金，可以再低啲嘅。即係咧，最緊要係個大原則啦，就一定要還得晒嗰個嘅利息支出啦。因為唔知大家用嘅記唔記得中學咧學過一樣嘢叫做 geometry sequence 啦，咁其實都係講緊就係嗰個利息嘅增長啦。咁啊，假如啊你個每個月嘅還款額連個利息啊都還唔晒的話咧，基本上咧就冇用嘅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再激進少少啊，咁啊就用一個低啲本金嘅例子啊。咁啊，輸入咗一個比較極端例子，就係淨係還0.01% 嘅本金同利息啦。咁啊就好癲啊！每個月就係還10蚊嘅本金，其實都係利息。咁啊可以見到啊，12個月都係還得嗰嚿零水本金。咁啊，DeepSeek 咧都話啦，就要成800幾年先還得晒。咁啊，所以就大家要知道嘅就係咧，個問題你借錢唔係問題，係你每個月嘅還錢咧，佔你個借錢幅度嘅本金咧，一定要夠高。如果就係還利息，基本上你冇甩到爛嘅。咁啊，不如唔好借，係咪先？咁啊，所以就係話啦，MinPay 一定唔可以去還嘅啦。咁啊，信用卡陷阱咧，咁啊就唔止 MinPay 一個嘅。咁啊，就下條片啦，再講啦。